真心推介呢間酒店俾大家。趁聖誕假期，我哋兩個家庭嚟到海南島三亞依間 Westin Hotel， 睇睇個環境真係無敵。基本上成個酒店有幾個泳池，適合大人、細路、小朋友，而且泳池仲有好多水上遊戲俾大家玩。其實淨係喺呢間度假酒店入邊已經夠玩，佢一頭一尾都要成15分鐘路程，所以佢會有高爾夫球車接載大家，或者自己行路都得。酒店最盡頭就係呢個海棠灣，呢個沙灘啲浪都幾大，有啲似我嗰陣時喺黃金海岸同埋西貢嗰啲浪嘅 size。啲美中不足，個沙灘係唔俾滑浪嘅，驚危險。咁明嘅，有啲人唔識滑浪，游水會好危險啊。不過沙灘旁邊就有間酒吧，可以坐喺度飲杯 cocktail， 食個下午茶，吹下海風。酒店頂樓仲有個 Infinity Pool， 可以嘆下下午茶嘅。食飽飽再游水，可以喺度打個卡。嚟到夜晚，泳池邊仲有個人造沙灘自助餐，非常之有氣氛，嘢食選擇又多，而且臨尾仲有無人機同埋水上飛人嘅表演。夜晚自助餐，早餐都係自助餐，晏晝佢仲有一間中餐同日本菜。我中意呢度嘅地方，因為佢全部套餐形式，大家唔使驚俾人劏。確實係無敵嘅呢間酒店，太呢個嘅咩？酒店仲有好多唔同嘅課程俾啲小朋友去玩。呢間酒店其中一個最大賣點就係旁邊5分鐘步行路程就有一個巨大嘅 Duty Free， 有勁多名牌同埋餐廳俾大家慢慢發掘。聽聞啲女士化妝品、護膚品都真係幾平。我老婆當然都有掃貨啦。無論玩水、去沙灘，隔離有一個 Duty Free， 嘢食都 OK。咁希望大家幫我介紹，拜拜。順帶一提，酒店嘅水果雪條係必食嘅。